喺大阪唔想食酒店嘅早餐，有咩其他嘅早餐可以食呢？有 cafe， 個底烘脆咗，不過唔知點解有陣薑味。一個係煙肉，一個係三文魚。炒蛋好滑，係加咗辣嘅炒蛋。腸仔有肉汁，正常黑椒味嘅煙鴨烹，睇落好靚，係有咖啡嘅立帖。日式嘅話有飯團，出面有餡，入面都有餡。不過最大問題係紫菜腍同埋韌，一咬落去基本上就散晒。所以最好食嘅飯團係便利店，因為啲紫菜係脆嘅。再唔啱都仲有間 toast， 即叫即整，所以要等，大約要30分鐘。麵包好厚，烘到好脆，燕麥糖係多到底都有㗎。呢個要等30分鐘，芝士夠 creamy 都係烘脆咗。如果食晒入面啲餡，個皮就會唔夠芝士點，食到中間有啲膩，味道亦都有啲單調。就算係要甜嘅，都係比較淡。唯一特別嘅就可能係用碗裝啦。